預苦期靈修4月9日，再次勉勵，不要害怕。以賽亞書44章1至5節。但現在，我的僕人雅各，我所揀選的以色列，你要聽，那創造你的，從母胎裡就塑造了你，又要幫助你的耶和華這樣說：我的僕人雅各啊，我所揀選的耶書崙啊，你不要懼怕，因為我要把水澆灌乾涸之處，把河水澆灌乾旱之地。我必把我的靈澆灌你的後裔，把我的福降給你的子孫。他們要從草中生長出來，又像溪水旁的柳樹。這個必說：我是屬耶和華的。那個也必以雅各的名稱呼自己。另一個必親手寫上：我是屬耶和華的，並且要以以色列的名字替代自己。請用少少時間，從以上嘅經文中想想以下嘅問題，嘗試揾下點解又叫雅各、以色列不要懼怕及不要懼怕的原因呢？這段經文再次勸勉以色列人不要懼怕。上主肯定對的選擇，重複地說，必定會幫助及賜福。以色列人嘅子孫會肯定自己嘅是屬於耶和華。先知再次強調神嘅揀選同埋塑造以色列。既然上帝應許要幫助，就唔使害怕。上主同樣睇雅各都係佢嘅僕人。耶書崙嘅意思係直接的那一位，是以色列的意思名字，曾在申命記出現。此外，上主會恢復以色列在身上同埋精神上面嘅力量，將會體會未來主嘅賜福而無需懼怕。他會把水澆到土地，使他得到充足嘅水源。上主將把他的靈澆灌喺佢哋嘅後代身上，將人們懷着信靠的心回到那地嘅時候，聖靈嘅澆灌就會發生，就在彌賽亞來臨之前出現。未來被救贖嘅以色列人將會喺數量上像青草和柳樹一樣繁榮昌盛，他們將希望被稱為義人，不以他和他們的國家為仇。上主把以色列嘅未來告訴他，為他可以安心，唔使懼怕，並且以色列人嘅子孫肯定自己嘅國家身份，都係屬耶和華的。默想，但現在意味住上主嘅審判已經過去，是賜福以色列嘅日子。喺第4節，如詩篇第1篇有福的人之描述，你願意成為主所賜福嘅人嗎？你可以向主禱告，立志每日都花一啲時間去禱告、靈修、親近主，成為主所賜福嘅人嗎？